在格拉斯哥举行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即将结束之际，中国与美国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星期三出乎外界意料地发表了一份联合宣言。在各自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首席气候谈判代表谢振华和美国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表示，两国将共同努力加快减排步伐，以实现2015年巴黎协定关于气候变化的温度目标。哈萨克斯坦国防部分享了此前有哈萨克斯坦和土耳其士兵参与的联合演习图像。在哈国防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展示了来自不同演习的图片，例如阿纳托利亚21和冬季，两国士兵一起参加了这些演习。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德国总理默克尔讨论了白俄罗斯欧盟边界的移民危机、乌克兰东部和黑海的最新事态发展。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球星埃内斯凯特在接受 CNN 的克里斯蒂安·阿曼普尔独家采访时表示，他将继续努力揭露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西藏人和香港人犯下的侵犯人权行为。最近几个月，坎特在 NBA 的比赛期间使用社交媒体帖子和特别设计的服装和鞋子来引起人们对中国对待维吾尔人、西藏、台湾和香港的关注。结果，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的比赛被禁止在中国转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如果中国对台湾动物、地区和区域外国家会视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并采取行动。布林肯星期三在纽约时报主办的一次对话会上被问到美国在台湾遇到中国大陆攻击时会扮演什么角色，他重申了美国政府的一贯立场，就是美国根据台湾关系法确保台湾有能力自卫。在突厥理事会首脑会议外长理事会会议上，土耳其外长乔乌什欧卢说，我们正在将我们的家族大会的名称改为突厥国家组织，现在是时候了。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将匈牙利安全部队于2016年9月29日扣押的101件历史文物交给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